现在是我带产地来的第2日天，上班的上班，读书的读书。我再喊一个人出来逛斯德哥尔摩动物公园，号称欧洲幸福指数最高的国家。公园的地浪向竟然是最原始的石子路。据说是因为产地政府拿农田侪用了单口浪债，从厂房到分麻的福利，侪是用埃个办法铺出来的。如果刮大风那样办，高达70%的落雪覆盖率，侪是最天然的屏障。一种海的制度用不到政治工程、地板建筑来废物，从东欧国家来的干花子，但起码比我大1倍的踏步，已经成为斯德哥尔摩高浪向一代独特的风景线。比步堂一样，老是成型古老的建筑，象征海带文化的几番船，既没摩天大楼，还没烂尾楼，埃个侪是繁华的资本主义社会。墙上当我想象当中的书生后人，不到1万，上人饭店，一辆43高看见青鸟娘子进去嘎嘎面的，发现它是中国老板开的，师傅这样的中国盒饭，不管呢哈，总归看见面子，140块洋钿一个人，相当于人民币99块。不管是周报国日本、殖民地香港，还是海带国家瑞典，那侪是汽车洋人。巧克力7块洋钿抽卡。据说摊贩的侪是罗马尼亚人。欧盟国家不知道来吧，说不出口。可以想象，如果瑞典对中国免签，估计辣海埃个朋友边浪向会得到1磅礼钱送回到祖国。角落里向走出来的摊贩转扭巧克力，哎哟，2块。刚去个地方接得7块，海带开黑店，本足里好食。瑞典盒饭店，那个是各种各样的配菜，菠萝、蓝卜、海带、柠檬，那个名堂就不费那一斗气。从皇宫扛出来，往东最大地，斯德哥尔摩经济学院，号称北欧排行第1个商学院，至于学堂和商业奇才之间也有关系。就像那个喷泉搭泉水一样，充其量树眼浪向踏水去爆炸。经济学院里向的交替阶层，诺贝尔奖得主每年会得带一搭来蓝鲸，是吧？是啊。几楼呀？不还坐电梯的？当我想象当中的大学办公室不大一样。哎，隔壁那屋里向的另外哈，干净。这什么花啊？外面的？我不知道。有种人觉得奇怪在，偷亲，哪很多个亲眷不露面的家。刚才一桩事体我是安在。谁让我上飞机的前1天，你个亲眷突然之间跟我讲，你到一家门4个人是不能出境的。我听见是2眼没擦黑。你如果再地跟我讲，我是随便那哈富一代随地来偷啥个透明亲，如果飞机票退脱，也损失1000两。再主要是粉丝都会当我瞎讲，浪头一带蛮大的，笼子半日飞机也分上。你亲眷竟然跟我讲，瑞典历史悠久，风光秀丽，你还拍个么子多得很。但是你不晓得，视频没人，就像毛病没治愈，种子没长肉，人没灵魂一样。啥个教堂了、博物馆了、皇宫了，辣海我眼睛瓜里看出来，还不是死扛帮这个烟雨伞。走法，今朝出来门的头一对烟雨伞带着。10点钟分担，门会分开，人单蛮多的，看上去里向的烟雨伞比较香。那点等开门的侪是瑞典的 4S 医药。一个国家的希望，社会蓝领化是北欧国家和中国的通病。所不同的是，瑞典干水品的生产力足够弥补低出产力带来的劳动力缺失。相反，一个地方如果生产力未分发展到一定水平，但是人口红利辣海计划生育的味道存在于提前消失，那么等下去的将是比一部好车开出轨的唯一风光的后果。